喺香港有一個經過佢哋政府認證嘅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就係香港嘅打小人文化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就過咗嚟香港嘅鵝頸橋底，過嚟體驗一下只有香港先至有嘅非遺文化遺產打小人。所有嘅打小人都係明碼實價50蚊港紙一次。通常從事打小人呢一行嘅，大都係中老年嘅婦女。你就可以揀一間合自己眼緣嘅檔口坐低等。喺打小人之前，首先就要寫低自己嘅名字同埋出生日期，仲要喺男女嘅小人紙上邊寫上是非小人、八方小人、身邊小人、同行小人等等。你身邊嘅小人係邊個？你亦都可以寫低佢嘅名，咁樣打就更加精準。幫你打小人嘅人就會講俾你聽每一個步驟要點樣做。首先我就點咗3支香，跟住佢就口中念念有詞，開始咗幫我打小人。打你嘅小人頭，等你有氣冇掟頭；打你嘅小人面，等你成世都犯賤；打你嘅小人眼，等你考試零雞蛋；打你嘅小人耳，等你銀紙當草紙；打你嘅小人嘴，等你有女冇得追。你聽下佢打小人啲聲幾大。總之按照佢嘅指示做就得啦，拜3拜，然後再插返好支香。我話我都想自己親自打下小人，佢就話冇問題，我出晒力大力打。佢就口中念念有詞，一定要將嗰幾張小人紙打到爛晒為止，佢先至會停。打碎咗嘅小人紙，佢就會收返埋一齊，跟住就燒咗佢，代表送走霉運。跟住佢就話送走霉運之後，而家就開始接好運。喺香港打小人就唔被稱之為係迷信活動，而係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。點解打小人嘅地方喺鵝頸橋底就咁聚集？聽聞打小人最好就係喺陰暗嘅地方打，喺鵝頸橋嘅對面，而且係一個3叉路口，就係我哋所俗稱嘅3煞位。風水上面就講可以利用呢啲煞氣去克制你身邊嘅小人，等佢哋打起小人上嚟就係事半功倍。無論你幾時過嚟香港都可以打小人，1年365日都得。但係佢哋就話喺驚蟄嘅呢一日過嚟打小人嘅威力就係全年最大。其實打小人係一種民族活動嚟嘅，民眾就希望通過打小人嘅呢一種方式嚟為自己同埋屋企人祈福，打走身邊嘅小人，俾自己帶嚟好運。一連串嘅儀式過後，跟住而家就開始接好運。佢口中講嘅全部都係非常啱聽嘅吉利嘅說話。接咗好運之後，要嗱聲裝返落自己嘅袋度啊！接落嚟就係最重要嘅一個步驟，就係掉聖杯。如果聖杯係一正一反嘅話，證明儀式成功；反之，如果掟出嚟嘅聖杯唔係一正一反，咁就又係另外一種講法啦。打杯啦，好緊張啊！八風嚟財，好嘢！打得最好嘅，好嘢！杯打得好靚喎，冇聲音嘅，錫一下就嚟。多謝，恭喜你啊！打完小人之後，你嘅心理上就會覺得一切都會順利，大家都順順利利。紅衣啊嚇，紅姑，好。有冇卡片俾你咩？有。好，下次再嚟。拜拜。耶！如果你哋有機會嚟到香港嘅話，不妨又過嚟鵝頸橋底呢度
嚟感受一下只有香港呢度先至有嘅打小人文化。今日嘅視頻喺香港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打小人，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。如果鍾意我嘅視頻，記得關注我啦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